2025年將臨期每天讀經。今日係12月4號，歡迎你嚟到呢一個將臨期嘅5分鐘讀經嘅時間。今天嘅經文記載喺約書亞記13章1至14節。經文嗰度話，約書亞年紀老邁，耶和華對他說：你年紀老邁了，還有許多未得之地，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，從埃及前的西海河往北，直到以革倫的境界，就算屬迦南人之地，有非利士人5個首領所管的迦薩人、亞實突人、亞實基倫人、迦特人、以革倫人之地，並有南方亞衛人之地，又有迦南人的全地，並屬西頓人的米亞拉到亞弗，直到亞摩利人的境界，還有迦巴勒人之地，並向日出的全利巴嫩，就是從黑門山根的巴力迦得，直到哈馬口，山地的一切居民，從利巴嫩直到米斯利弗瑪音，就是所有的西頓人。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趕出他們去。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，將這地沾淹分給以色列人為業。現在你要把這地分給9個支派和瑪拿西半個支派為業。瑪拿西那半支派和流便、迦得2支派已經受了產業，就是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在約旦河東所賜給他們的，是從亞嫩谷邊的亞羅爾和谷中的城，並米底巴的全平原，直到底本，和在希實本作亞摩利王西宏的諸城，直到亞捫人的境界，又有基列地、基遍人、瑪迦人的地界，並黑門全山、巴山全地，直到撒迦，又有巴珊王噩的全國，他在亞斯他錄和以德來作王。利乏音人所存留的只剩下他。這些地的人都是摩西所擊殺、所趕逐的。以色列人卻沒有趕逐基順人、瑪迦人，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，直到今日。只是利未支派，摩西沒有把產業分給他們，他們的產業乃是獻與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火祭，正如耶和華所應許他們的。今日嘅呢段經文提醒我哋能力成日都會覺得自己有不足，但係背後嘅耶和華、背後嘅上帝，佢哋俾我哋睇到一片所得嘅美景。呢個地方佢放喺我哋面前，成為我哋目標。我哋靠嘅並唔係自己，而係嗰位掌權滿有大能嘅上帝。佢賜下咗耶穌基督俾我哋每一個，直情喺道成肉身喺我哋身邊，去與我哋走過每一段難關。如果紀念將臨期嘅時間，我哋紀念耶穌基督嘅降生，願意我哋今天一齊去思考上帝俾咗啲乜嘢產業我哋呢？我哋有冇同耶穌基督一齊去努力收成嗰一啲莊稼呢？今日嘅每天讀經嚟到呢度，希望喺我哋呢段日子，每日我哋都抽取3至5分鐘嘅時間，讓我哋喺將臨期透過每天嘅讀經與主親近，祝福大家。